各位老友記，今次嚟到怡和蘭悅溫泉度假酒店。前排我啲同事去台山踩線，酒店有全國罕有嘅富西溫泉，有40多個富西溫泉池、水療等，每個池都有唔同嘅養生功效。最緊要係無限次任浸，水上樂園設施齊全，有淺水地區俾小朋友玩水同滑梯，仲有大人都啱玩嘅水上設施。浸完溫泉睇下600尺一房一廳私家露台溫泉泡池套房，空間闊落，客廳擺到落沙發同茶几，房間床褥又軟又舒服，適合一家大細家庭出遊。最正係露台有專屬私家溫泉泡池，返到房隨時想泡就泡，私密性同舒適度都好高。呢家溫泉酒店住宿體驗、溫泉嘅質素、酒店休閒設施，我哋同事都幫大家把關好，同大家推介599台山2天純玩，保證入住怡和蘭悅溫泉度假酒店，600尺一房一廳私家露台溫泉泡池套房，食足7餐，早餐到宵夜都安排得妥當。快啲嚟 PM 我哋，呢個秋天梗係要同親朋老友一齊浸溫泉啦！